周刊报道，讲美国的准总统川普可能会甲联电施加压力，叫伊买到美国来设厂。讲顶个月，美国在台协会 AIT 就有到联电的新竹总部拜会，都是去要求联电爱前进美国。联电是回应讲，迄是一般性，这个产业的拜访甲交流。 联电的工程师跳篮团 Energy 的十大区，也伫新式的制定领域继续扮演着领导角色。也毋过听讲，因同时压去美国设工厂。AIT 的处长高立健伫11月21日亲身拜会联电新竹的总部。联电的董事长洪家聪也采纳着以及的主管接待。时光周刊也了讲，这是咧逼联电前进美国。 因为想要让美国搁再伟大起来传播，无想要延续拜登补贴的政策，也毋过看中国新式的制定一直咧壮大，嘛敢来当施压联电设工厂，确保美国的权益。联电要拒绝相对是比较困难，一方面是来自于未来美国，那么也可能会对台湾来进行关税的一个课征，联电出口到美国的一个关税成本会增加。另一方面，美方还是依旧控制着全球半导体 主要的一个生产要素。联电的财报显示，今年第三季美国地区营收大概占25%。虽然敢若输给台湾，也毋过这个数字嘛无解水。若真正去美国设工厂，除了就要面对着贵上的生产成本，嘛就要去关系工课场无共的文化。 而且美国新式的制定领域，也有 Intel 甲极乐宏德两大竞争对手。没有办法像台积电，它有独特的一个先进制程的一个产业地位，那甚至能够进行相关成本的一个转嫁的动作。联电表示 ，AIT 的处长来访是一般性的产业拜访，而且甲 Intel 12纳米合作。 将会提供给客户高度竞争力的在第三领。AIT 发言人是回应讲，拜访联电是讨论未来的发展策略，深入交流半导体关键议题。市场的消息传到满世界，看出来产业界对川普2.0谨慎的态度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